咱嘛，搁来讲一个踮台湾的日本人，伊用画图、用写字记录伫咧生活当中听到的台语。虽然伊的笔所写的拢是日语，毋过读出来拢是台湾话。到底台语甲日语中间互相有啥物牵连呢？咱做伙来听伊讲详细。我是日本人，这个有一点难。我切。高水的图画创作虽然写的拢是日语，但读出来则是台语。我觉得很好学的。对，应该日本人的话，应该很快就学到。热人，所以笑点是热人。这寡高水的图文创作，作者是住伫台湾的Himono，台语拢是听朋友的对话来学习的。老公跟朋友讲台语的时候，觉得台语跟中文的发音不一样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也很有到底台湾人的感觉。因为我的 IG 主要是想拿来帮助日本人学习中国台语，所以我想使用日文辅助的方式，让大家能简单的知道怎么发音。用熟悉发音来加深学习的印象，其实日语的发音甲台语某部分相像，甲日语的历史演进有真大关系。伫中国的唐朝时代，隋唐，因为中国就真兴所以因日本就感觉讲中国是一个合适的对象，所以呢，因就派了足侪即个留学生，无就即个生理就是来法师啦去中国学习。这个时代呢，团结日本的这个汉音、汉字音，其实伫日本内底是影响上深的。吴佩丁教授表示，不管日语或者是台语，真侪音拢是受到汉语高音影响，而且保留到即阵。希望的创作就是取这两种语言相同的发音，用日语辅助，搁再加上多话，希望分享给日本人，互因看到台湾这片土地语言多样性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学水台北报道。